头先来关心的就是这拜六礼拜有冷气团要来啊，局部地区上寒可能是只剩10度，也若体感呢无定是干那7度尔。气象署是提示讲，这波大陆冷气团有可能会成做是入冬以来上介寒的一届。 入冬以来，上寒冷气团到位，拜六下晡会开始影响台湾。气象署提示，到时全台大降温，普遍气温伫14度至16度。礼拜拜一搁较冷，受到辐射冷却效应影响，体感温度可能无到10度，体感温度嘛敢若剩7度。然后要比较明显留意的就是在周六，就明天的下半天之后，其实在北部的气温就会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。 好，到了周日的清晨，可能在北部的一个低温大概就会落到14度左右的情形。那下一个可能比较偏低的一个时间点的话，就是在周一的清晨哦。在周一清晨也可能会有一些辐射冷却效应的出现，气温可能会低到大概10度左右的情形。 气象署指出，这波冷气团会维持3天，到后礼拜二，冷气团才会减弱，温度才会豆豆回升。也若雨水的部分，拜五、拜六2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北部、东半部雨势明显，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情形。礼拜就会开始转做大冷的天气。最明显的降雨大概会是落在今明2天，在大台北山区、基隆北海岸一直到宜兰地区，整体来说雨势是会持续比较久的。 而且也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。而预估到了周日之后，整体的一个水汽是会逐渐的减少。另外，气象署也提示，拜六暗时到拜天光，北部宜兰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落雪或者是结冰的几率。提醒民众，若是想要去山顶看雪，要注意路况。记者戴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